看成王爷阴阳判。惊是朋友，惊困去，惊会忘记你，惊找回有你的记忆。思念的天线，过海过山岭，情做风送着你的形影。只好开啊！哎呀，你有够讲的呢，这符啊是袂当乌白拆的。我再讲哦，就算讲你甲拆掉，你若纸嘛袂好。是安怎讲呢？这分配只要收入这个草仔人中间，伊只有法度伫这世间游荡，根本就无法度转去阮你的身躯嘛。安尼啊，你是安要咧对付阿姊咧？我只是互这个唔知影尊重时代的死查某鬼啊，一点点仔教死啊！尔，阿姊只是误会讲，咱来去甲伊手，伊用足疼惜伊的阿爹，其实无啥物歹意啦。我拜托你，你甲阿姊的分片给你好无？你吼心肝唔当遐尼啊柔软啦，你想看卖啊？自从我嫁入黄家里后，我嘛是将伊当做亲生查某囝，共款看待，共款来甲疼。啊，结果咧，伊是安怎对待咱？这你拢知影的啊！安尼啊，这一切我拢知影，只是讲代志都拢已经过去啊，咱莫搁报复啦，好无？要我一口气吼，我若是拢袂落去嘛。安尼啊，惠弟，咱即摆已经搬离开金柳庄啊，而且咱即摆生活嘛过了袂歹，阿姊嘛袂搁再欺负我，你着看阿爹面子上，放伊煞啦，好无？你就是这尔啊善良。好啦。看在你面子上，安尼啊，都莫为难你。安尼啊，多谢你。又毋过为了你的将来，我一定要在黄友典的身上学一点仔好处。恁吃饭要吗？人去讲，请问要食饭还是要大？小贵，还佫有客房无？有，阮遮佫有一间上好的房间，啊，毋知客官你要大无？这营养敢唔够？够，佫有剩嘞！啊，公主，安尼我先带你起来休困者。好，请。恁这人拢袂使甲我顶当，你所有价值物件拢甲我交出来，敲！抓！你臭小子，走去啊！走去啊！嘿，去赶走，去啊！那我收囝啊，我走啊！恁遮山贼，敢若遐去啊，善良百姓，我疑万你，就算是死，嘛无互你得到好处啊！哼！我要看我的刀较紧，还是你的脚较紧？算你好讲命，我死伫我的刀下，行！咱会拢死了了啦！啊！啥天气才要变热了？哈哈哈！啊！我哪会一种的命？哎呦喂啊！你这支手啊，拢是你害呀！啊！直直摕酒互我啉，啉甲恁烧酒误大师啊！啊！
我实在甲你拍，唔通搁啉咯！余万里啊，这个余万里哦，哎呀，余万里啊，你是死去倒去，无嘛甲我应一个啊！这余万里的尸体，咱无看见咧。哎呀，人死搁无看尸体，一声我苦啊！我就知影，我好大命大，命不该绝。来，紧嘞，啊，大嘴哈，好食无？好食啊。看先头啊，甲婉丽因两个姊妹啊，感情遮尔好哦，我心肝内是真欢喜哦。安怎？你即摆知影阮前途会好啊？吼？我也是真希望哦，婉丽的病会当较紧好的，若较紧好的哦，让咱规工安小小落落，我心肝内是退食很苦。其实阮你即马的是嘛无啥物唔好啊。我做是咧讲啥？我就知影你心肝内搁扣阮啦，啊！你心肝内想讲哦，婉丽哦，一世人哦拢爱小小落落，安尼上欢喜啦。奇怪呢，你逐摆拢爱看我的好意呢？啊，我真正我希望阮你小小落落袂好，我哪着带先头转来甲你斗顾伊哈？可是我俩认为讲，阮母仔囝伫这个所在是假吼，安尼啦，我偏帮我保护看到我来走，好无？无咧，婉伟，你咪听我解说，婉伟啊！哎呀，婉伟啊！哎，你安真无用，才肯转来，你莫搁搭把洗性地好无？这间厝真正真需要你，你就老烦啦吼。你免做咧假好势啊！较唔知讲你只是吼爱走干来输学阮你尔。这要哪有可能的代志？你莫搭把误会好无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莫我知影讲，你只是要利用我甲前途来做查某囡仔，怎要叫我倒转来？你若真正是安尼是，我这世人拢袂原谅你。我要哪有可能遐尼无天良的，对无？婉伟，只要咱个厝内哦，好好做你的二夫人，先头甲阮二拢是我的查某囝，我绝对袂输骗哈。你若真正是讲话算话吼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会用医好阮二的病哦。真是了，啊是啥物办法？冲喜啊！冲喜。嗯。虽然婉儿哦，以前就甲白王山庄伊大公主举办未婚，但不过即摆婉儿人咧破病，伊家的人哪有可能出入门咧？这我嘛捌想过啊。啊，其实冲喜嘛无一定爱婉儿伊家己出去，敢毋是咧？啊，非得咯，伊家的人也毋捌见过婉儿啊。到时阵，会用叫前途代替婉儿出嫁啊。我都知影，你安尼讲来讲去哦，拢是咧替你的查某囝设想啦。有电啊！毋过安怎讲，我已经甲你做10几年的翁仔某啊呢？过生时阵你搁恁查某囝，阮查某囝，我看你从来毋捌关心过阮母仔囝嘛。我哪有可能无关心你啦？也若无我哪会带你啦？是讲你这种办法，嘛无可能保证会当医好婉儿的病啊。既然你若肯答应吼，就一定医会好的啦。无安过，你来讲我照爸嘛？我嘛是为了阮儿好啊。好啊，可是讲你若认为讲我有私心，啊，唔肯相信我，啊，你当作我毋捌讲过这件代志啊？你继续阮儿哦，起笑就更好。好啦，婉伟，无安尼啊，咱真莫讲这代志啦。啊，像这种代志，我嘛要考虑两档啊，吼。印度，啊，你哪会转来啊？清风爷转来未？我代志办完啊，当然我先转来啊。成功也搁伫天庭的。啊对，天理啊，我是要甲你交换班的。交换什么班？因为玉帝哦，我要召见你啊，所以哦，你要紧转去哦。这是什么代志这么急的？印度，啊，连面迄个周先若是来吼，你着甲讲，我已经甲迄个查某囡仔交互金柳庄啊。我知啦，你紧转啦。安尼我来去。我就知咧，原来你是超工甲天女骗走的哦。啊，上风也无伫咧，你这小心着伫遮咧黑白啦哟。啊，阿弟啊，
等下有酒盘要来啊，我是真个地主主义啊！哎呀，莫吵莫吵，走走啊！切，这间袂落来哦，要搁我狗爷伫咧哦，哈。哦，有这款有通食有通啉的代志，竟然要先通知我？你那好心呢，拢一直在赞呢。无唔对，我是好心啊，我是专门来遮保护恁遮的心啊。这个少年家来真贤讲话啊！你是谁啊？讲来话头长啊，莫吵，来，喂，哪会无爱插我？介无规矩哦。我先简单自我介绍，我是这间庙内的狗爷，是成风爷的替身。你讲我有重要也无重要？哇，非常的重要啊！这个是什么人啊？你讲话遮唱秋的，有法度开天眼看到咱。哎呦，讲到这哦，就是我唔对啦。顶摆哦，若唔是我甲天理两个冤家相拍，去成功爷看印着伊印堂，然后可能看到咱。但我这共款，我定定咧出差错。是讲啊，你这算细命，那我都大赞的咯。啊，哟，这新鲜范畴吼是百年难得听到呢。紧来，你犯什么错？讲来我听。这新鲜范畴吼是百年难得听到呢。紧来，你犯什么错？讲来我听看卖。这是天机呢，哪会当好听？走！喂，你若搁甲我打吼，我来甲上峰爷讲，你入庙啦后边做的代志哦。我来讲，我无做啥歹代志啊，我才唔惊咧。唔惊，好，咱大家争清看卖。来啊！卖冤家啊！印堂啊！你是神，伊是人，卖听你啦！这。伊哦，当作有成功也会做客庄，愈来愈过分啊，看袂习惯啦。卖！哎呦，少年家啊！算起来，你甲阮新生界原来有缘啦。咱讲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烧酒甲啉落去，安尼就对了。来，坐。来，啉酒咧。秋生啊，伊毋捌读过册啊，还讲我这伊听无啦。喂，想讲我听无啊？我这个君主哦，我才无爱甲你这款小人淡仔计较啦。唔对，是小神啦。少年家啊，莫生气，来，我敬你，莫生气啊！哎呦，秋生啊，你这哦，若看到酒哦，天大地大的代志，你拢袂记了。哎，讲到啉烧酒哦，这个真正甲我害死了。到底什么代志啊？就玉帝派我去元老身躯边甲讲迄个阴缘铺啊，想袂到有一天，我才加啉2杯尔。啊，讲真正2杯？今天囡仔定来你甲我吐槽咧，加啉2个啦，你要听唔听？好，听，歹势，继续讲。哎呦，有一天啊，我酒啉你个无细字车倒酒，结果个阴面册啊，弄淡去啊！我行一个，赶紧要甲切落单，结果切啊切，一个伊万里的命环切掉去。你敢知影这命甲切掉哦？唔若讲断着伊的阴缘，搁会切伊的血寿哦。有人伫个无？请开门。请问你来找什么人哦？你好，我是北云山庄的伊万里，红牛阿爹的交代哦，特别来甲黄一定阿伯请安的啦。二公主果然是做一表人才啊！二公主啊，来，请坐。多谢阿伯。哎，啊，对了，阿伯，我即个来遮吼，主要是红牛阿爹的意思，先过来甲阿伯提亲的啦。哦，是安尼啊。对啦，二公主啊，你按一路前来路途遥远，可能你也忝卖款，无你先休困一下。阿全啊，老爷，去替二公主准备一间房间。
你好事嘛？哎呦，但我嘛是好意的啊，真正是好心无好报呢。你当时这么好心，我哪唔知影？你是莫生气嘛？你听我一话讲完，假使讲你若认为讲我唔对，你要骂你才骂呀。这婉儿终身的幸福迄个破意，安尼我袂生气。你想看卖啊？阮的小病哦，唔若无好，颠倒是愈来愈严重哦。我就唔相信讲你真正会无顾你的面子皮，互婉儿嫁去伊家。安怎？我无讲唔对吼？你是无讲唔对啦，总之婉儿哦袂当嫁去伊家，你嘛袂用叫先头代替啊，这先头先做哦。是做安怎？是做歹哦？迄是你讲，我是无讲。你心肝就是安尼想啦。讲先头，只是面有一粒胎记尔，倒是咧活歹。我再讲，伊心肝是遮尔善良着。人无定着伊公主就是介意这种查某囡仔啊。安尼哦，一定会当成就一大良缘哦。哎呦，当你嘛拜托的，你甲我讲，我真正唔敢听呢。迄二公主嘛，这当要顾哪毛会介意先头？甲有人爱食菜，有人爱食醋，这嘛是无一定的啊。万一二公主若是真正介意先头，安尼咱就用个照冲喜，来替婉儿治病，一举两得啦。好啦，假使讲二公主若真正介意先头哦，我就再先头嫁伊。这是你讲的哦，你是唔通后悔哦。哼，唔通后悔，你也莫欢喜伤早啦。八字还有一撇啊，若骗着，规种歹去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绝对是有把握。你相信有何必讲的唱，我想你嫌我想我。想要到婉儿姑娘心肠遐尔歹，敢讲我这一生就是要安尼甲伊共同度过。我是要安怎才好？奇怪，遐尔晚，哪还有人咧唱歌咧？是不是像心中遐尔水？伊若是我700未婚的婉儿，唔知有偌好。地上，我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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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哪几人？我飞人啦！有歹人？飞人，飞人，我飞人，我无惊啊，我无惊，飞人。无歹人啦，安尼阿妈，你困啦，吼。我唔敢，天少的有歹人，我唔敢困。免惊啦，我伫个吼，歹人来我甲阮阿讲，吼，啊你紧去困。好，你爱讲歹人哦。我甲讲，我甲讲，紧去困。我无惊，困啊困。安妮啊，你透早就找我倒来缀啊厝，有啥物代志？头，安尼问你，你对昨暗迄位二公主的印象，你感觉安怎？我知影伊是阿姊的未婚夫啊。安妮啊，我拜托你，莫阁叫我假做是婉儿啊，好无？操，我做这样的，是无可能代替婉儿的。前头，你是莫遮尔无自信啦。假使讲你若是无讨厌迄位伊万里，安尼自然有办法，会当互恁做翁仔某啊。安妮啊，你毋是答应查某囝要互阿姊恢复正常，是安尼到即马，你还阁唔肯放伊煞咧？我只答应讲无要搁再为难伊，并无讲要将伊分别放倒转去啊。安妮啊，我真正无想要破坏阿姊甲伊公主的婚姻，拜托你，紧放过阿姊好无？袂用的，我一定要你做伊家小奶奶。只要你已经做伊家小奶奶，我才有可能放伊煞。前途，这
站的分数哦，是点灯仔火都无地找啦。你听安尼的话就无毋对啦，哈？来，这阵壶你摕倒转去，放伫鸡汤内底，互伊移王厝啉。这我是你放心啦，这是你的生辰八字。伊公主若啉落你啊后，伊这世人啊，只会对你一个人好尔。嗯。雨水拍窗，滴滴有声，情泪滴落你敢看无影？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冷冷无情，不知感觉。雨雨声擦阮规路面，失恋的人有失眠款呢。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。伤心事用唱歌袂记，你心内的女主角袂珍惜，这出戏我啥物地位？全心全意感冒半点会当感动你，我到底输伊倒位？为你伤心又何必？为情艰苦又何必？卡拉 OK 唱落去，管他伊几暝，管他风雨落甲伊当时。